是來為國家工作。那為國家工作，特別又是外交工作，是所有政府部門工作裡面站在第一線的工作，第一線的直接要跟每個不同的國家建立兩國之間的關係，所以從音樂家跳到外交工作，確實是完全不一樣的領域，所以這一次來工作，我覺得我學習能力蠻強的啊。雖然完全不同領域的工作，可是到現在為止已經8、9個月了，我覺得還蠻順利的。當然要感謝我們奧地利代表處所有同仁的幫忙啊，在外交領域裡面，我可以除了我自己的想象之外，透過他的幫忙，如何建立兩國之間的所有的可能性，都是我工作的目標。